花的眼梦。每一蕊花都希望会有人看到，不然想命命的。不过，一个眼梦对西方花的来讲有点为难，因为对一个人总是紧吊吊的，无人会注意到伊。就算安尼，西方花的女人还像样懵懵懵的。就像照相机嘅小妹耶，停脚下来踏鞋带，我起头来嘅时节，西方花嘅希望有机会俾你看到。我睇呀啦！阿嚏！哦吼，要不然拄好打下手呢？照相机嘅小妹耶，也是手照起嚟。我睇呀啦！有一摆拄好有人看到西方花嘅耶。係因為伊粒球誒比對西方花誒來耶。坐好。佢係一個打球誒嘅細奶誒。哦，有一類花呢？哈。哎，拿到球誒耶！哦。冇猜，佢細奶誒槍底愛打球誒。有時節會有人下來。西方花誒想愛同人客打嘴鼓，好冇啊！唔過人客鬼莫閒愛去落實，你冇兩下就比走誒。來了哦，有可能來了。落雨誒，西方花誒提心肝都希望呢。拜託，請幫我繼續開燈，希望有人看到啊！落雨過後，空氣飄起來嘅米絲冇響用誒，一個細妹爺走對嘅歌，提西方花嘅呼圈停下來。看鴉片，看對鴉來啦！鴉片。細妹爺講：阿爸，鴉片有花哦，我要批到花嘅米絲呢。哦，我冇看到啊。有啦。哦，哈哈，錯，唔講嘅冇唔錯。就係一個小小嘅米絲。阿爸，又係乜嘅寫法？係紅色的喲。就算細妹爺冇哭，唔過佢係用心感受到一縷西方花嘅。